我觉得这个机台非常的方便，因为就是平常家里如果回收的话，回收车不是每天有，所以当你集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又可以过来投，然后同时又有折价券可以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感觉这个用心真良苦，因为伊这耗资足济吼，足大笔的金额去做，用心足良苦的，伊转去回收物就搁再做，就搁足济过程。这个拢是人员用心的所在，甲因用心对环保的一种概念，去推广。这么良好的政策，也是大家都应该要共襄盛举的。台南市的智慧回收岛从106年开始启用以来，受到各界的好评也很多人的广泛使用。那一年大概可以回收到100万个。那全新升级的重点包括，我们这是可以从以前的8小时的服务，现在变成24小时的服务。那民众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资源回收岛。另外呢，它也加大了后端的这个储存装置最多可以回收到这个保特瓶有4万只的容量。另外还有这个玻璃的回收是全南部第一座的这个玻璃的自动回收机那欢迎市民踊跃来使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资源永续一向是我们推动环保理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那非常感谢我们民间企业有这样子的一个用心，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用地然后跟我们资源回收业者合作。我记得在我背后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在当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所以是台商在罗马尼亚推动资源回收，相当卓然有成以后，把这个经验带回来台南。而这经过几年下来，已经让很多台南的市民朋友们非常的接受这样的模式，把家中的资源或是铝罐投入这边的这个资源回收机器，然后换取那个折价券 coupon， 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量贩业者能够在这边能够使用。那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企业的这个社会责任以及他们对于环境友善的一个精神。那接下来我相信这个资源回收岛不仅是以前的一个扩大，我相信要把这个经验继续扩大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将盘点其他可能的空间，把这个资源回收的概念越推越广，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27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受到少子化冲击，台湾首府大学确定伫7月退场。学校方面首先要解决的，除了教职员清算以及协助学生转校以外，留落来学校土地未来要安怎利用，嘛是真侪人关心的议题。立委郭国文上午邀集中央甲地方的相关单位现场会勘讨论，希望会当将校舍转型活化，带动地方人口甲经济发展。首府大学伫去年得到教育部核准，将伫咧今年7月正式退场。退场后，校地利用问题备受关注。立法委员郭国文27日邀集议员陈秋红、沈家峰、台南市府市长叶铁山、市府财税局以及教育部、卫福部、营建署城乡发展分署、警政署保二总队等单位共同讨论未来首府大学学校用地规划。无论是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地方民意代表，还有包括我们都非常关心这一个区域的未来发展。那经过刚刚沟通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希望能够朝向一个能够带动人流，地方创生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配置的考量为基础，来思考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需求。我相信呢，中央如果派驻的人员能够多一点，
或者是地方的这一个派驻的这个使用的单位的人数多一点，都可以带动麻豆的更多的一个人气，更高的人气。那当然，必要的设施也需要有。未来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好好的充分利用，因为首府大学位于整个台南的市中心，那麻豆处于市大西北，那希望说这个地方能够多点单位进来进驻，那能够让我们西北更加繁荣。那未来南科的效应会带动整个麻豆的人潮。我们麻豆也是台南市我们的中央枢纽，其实未来不管是在交通上或者地理位置上，它都是适合地方发展。所以在我们首府大学那个退场机制之后，相信如果府方还有中央机关都可以移至到这里来，相信对地方麻豆还有我们大西北是有一定的发展。针对学校用地转型，市府目前初步计划是调向亲子游泳馆、台湾文学作家文库、全民运动中心、60学习中心等公共建设来规划。市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及早的来进驻，那也让未来的这个首府大学的这些校舍空间能够做更好的利用，让在地的居民更有感。譬如说未来的所谓的亲子的悠游馆，那我想这对亲子来讲，尤其大曾文地区来讲，大家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另外就是全民运动中心，那在这大曾文区其实也比较少这样子的设施，所以市长也希望在这边有一个全民运动中心，而且它是涵盖的年龄层可以比较高，包括我们的高龄，包括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等等，大家都可以共同来使用。除此以外，各国文也补充，除了办公厅舍利用以外，也应该保留空间，提供给附近居民使用，甚至嘛要将社会大体哪里考虑的选项，期待以公私结合的方式带动地方发展，同时嘛会当引进人流甲钱流。互地方创新会当真正落实。记者钟锡维采访报道。议员陈培雅伫暑假提供中昼顿帮助儿童的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11档。除了感谢爱心义工斗3工以外，嘛感谢真侪师主会甲社会善心的人士的赞助，而且今年除了爱心便当以外，阁有月读协会赞助图书礼券，也以诊所赞助喙齿清洁组，希望互囡仔食了营养，也兼顾着喙齿的健康。11档前，因为社会发起爱心代用餐，国议员陈培雅服务处嘛发起寒暑假的中餐助动计划，对一开始的爱心义工妈妈开始，到现在凝聚了真侪爱心善心团体。包括国际师主会300地湾区真侪分区，甲国友会赞助，10年来累积帮助超过3000位的学童，总计发了将近20万的便当。现在暑假就要来临，议员陈培雅嘛特别感谢这群幕后帮助善心人士加社团。今年是进入第11年，这10档来我们帮助的每年至少有350份的营养午餐，就等于我们这10年来有3000个孩子的受益。那我们总计我统计的，我来在拢做登记的，我们一共用了19万5千的便当，就是一共总共这10年19万5千的便当，那大概花费在我们大概600多万左右啦。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说，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啦。那我的感言是因为我也要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做爱心的伙伴。当我做这个爱心中餐助动的时候，很多企业，包括我们小北，包括一口完美诊所和就我的实在拢做认真做用心，我给它斗3工，我给它持续的做了10年了。活动能够持续10年，迈入11年能够这么样的成功，其实要感谢的人非常的多。当然有我们阿美议员，就是因为有他的号召力。所以大家愿意一起出来出钱出力。那当然与会的嘉宾都是我们的经济的后盾。那除了我们这些所有这些与会嘉宾跟狮子会这些给我们的后盾之外我很感谢我们社会上有一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一些善心人士。我觉得捐款不论是大额捐款或是小额捐款，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是我们一个可以持续这样活动一个最好的助力
现场出席的除了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各分区的主席，还有南英赛主会、吉祥赛主会、加普林赛主会等各友会。今年更加增加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新进强月读协会、加一日完美牙医诊所等。除了爱心便当，另外还有月读礼券、加儿童的洁牙组，希望让学童吃得营养，另外嘛用来兼顾健康加月读智能的增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以正宗花雕鸡料理闻名全台餐厅创办人高彤，创业18年来，安然度过无景气甲疫情的冲击。现在时伫后疫情的时代，嘛来成立北安旗舰店的旅馆，主打二式无菜单的料理，希望带予消费者上界独特的美食香宴。加味素，没有味精的，全部都没有，也没有什么化学调味。热热的砂锅散发出花雕鸡独特香气，令人食指大动。开业18年的厨房有机餐厅，积极在后疫情时代开创新布局，在北安路开了厨房有机旗舰2馆粤式无菜单料理餐厅，希望带给饕客们不一样的美食享受。厨房有机在台南已经18年，那现在最近6月28号开幕了这一家厨房有机粤菜餐厅，就是跟之前的餐点做一个不同的结合。我们是粤菜创意料理，那以无菜单料理为主。以正宗花雕鸡料理闻名全台的厨房有机餐厅，在食材以及调味上也都特别讲究。除了坚持选用92天每只3斤重的跑山鸡以外，在调味的部分也加入了花雕酱、花雕酱油以及餐厅秘方等独特的风味，获消费者喜爱。我们花雕鸡跟外面的区别就是，我们花雕鸡里面有花雕酱、花雕酱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秘方。好，所以这下去炒每一锅一锅炒40分钟，然后再淋入我们特调的花雕酒。所以在这18年来，我们还是很坚持，我们用一锅一锅炒，把这个味道传承下去。厨房有机创办人高彤表示，当初创业开店的初衷是希望带给当时才国小3年级的女儿一个健康又美味的料理。高彤以这份心意来创业，18年来初心不变，把客人当成家人，希望能让他们吃得美味又安心。记者张寿维采访报道。呼吸器是加护病房的病人延续生命重要的仪器，不过嘛有可能会引起感染、甲肺部的损伤等等的症状。所以奇美病院为2016年引进人工智慧，将加护病房的系统甲呼吸治疗的系统做结合。经过2档的测试甲改良，一直到2020年上线使用，已经有真好的成果。奇美病院品管中心的主任，同时嘛是家护医学部主治医师陈清明表示，呼吸器就亲像一支的双面刀，虽然临床上70%的病人会用将属呼吸器的脱离甲移除，不过脱离的时间有时真歹判断，因此奇美病院对2016年导入人工智慧的系统，一直到2018年完成早期预测，成功脱离呼吸器的人工智慧系统，成为辅助医疗人员正确预测动静病人脱离呼吸器的临床决策。那我们是运用过去我们这几年来大概有7000多笔资料的这样的资讯，然后经由不同的萃取转换，然后经由 AI 的程式计算出一个最适合病人可以脱离呼吸器的最佳时机。所以这样统计起来的结果，可以让病人无形中可以减少大概接近快1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所以整个呼吸器的整个天数下降之外，那其实是一个多赢的局面。第一个，病人可以早点脱离呼吸器，早点转出去，所以家属的费用是降低的。第二个，在健保的一个支出方面，健保的是相对比较省钱，这是毋庸置疑的。那第三点，那医疗方面，因为住院天数的缩短，我们也知道。住院大概就是前几天它的花费比较多，所以后续的延长住院天数对病人讲，整个对医院来讲那个利益相对是比较不够的，所以我们这样平均起来，大概平均住院天数减少之下，平均1天的住院费用是增加的，所以医院也会获利。所以这样从医院
从健保、从病人身上是一个3赢局面。医师表示，这套系统对2020年上线使用，不但发现病人使用呼吸器的时间减少，而且整体成功脱离率嘛增加。以最近新冠疫情专职加护病房为例，呼吸器的使用对14.4天降为7.7天，成功培供率嘛对72.7%提升到86.4%。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中西区信义街第一间民宿的主人，认为民宿就是爱甲古岛的结合，卖当借着民宿，让旅客来到台南来认识台南的文化。所以看到现在有民宿提供卡拉 OK、拍麻将，也有烘肉，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台南民宿发展协会也出面要求业者爱自律，共同提升台南观光旅游的品质。这间位伫台南中西区的民宿，对1897年到今已经有超过120档的历史，或者西高桥客厅。不过绝对毋是厅长讲笑亏，一到位就会偏着味。其实西高桥就是老古石街街头的旧地名，嘛因为金曲歌王谢明佑一首《阮兜住伫西高桥》引起注目。阮兜住伫西高桥哦。厅长改造这栋现伫20几档的租厝来经营老厝民宿。2011年当时就是信义街第一间，到今除了疫情期间抗咧练功夫，一路行来就是稳定成长。厅长强调，就是一份行家己的路，让游客了解台南历史文化的心。因为我这西高桥吼，这是阮在地居民的这个古早的称呼，吼，一个算讲俗名啦，吼。啊，为西高桥这个名称，你嘛会当看到讲啊，古早这就是伊的水文哦，的历史哦，的台南的这个旧地名哦，会当看到台南旧的历史。面对民宿陆续出现像卡拉有提供麻雀、烘肉等三宝经营，嘛有5档来并民宿合法的台南民宿发展协会营务理事长杨白强调，民宿不断提升品质、自我约束，这是面对台南400观光旅游的进步方向。明年应该伫台南400这个大议题之下，吼，一定有真侪世界各国的游客，吼，会来咱台南这个城市，吼，啊，咱更加搁爱表现咱上好的迄面，吼，来迎接咱世界各国的人客，这我感觉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台南民宿合法以后，特别是老厝民宿的故事甲人情味，将一直传唱。嘛邀请全国民众来遮认识台南，做伙交朋友。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有一定热爱在地甲文化的民众，伫个市区庙宇举办的龙井祈福活动，今年将迈入第5档。配合台南明年400，也将甲民政局合作，希望举办台南400宗教团体龙井祈福的活动。特别伫个市府举办说明会，希望各界用精声，甲台南做伙迎向新的400。台南跨年口井祈福对2019年由民间自发性发起，当时只有祝福宫、众福宫甲吉福宫3间庙宇参加。不过到第4档，已经有13间跨区跨宗教响应。面对台南400特别时刻，市府民政局徛伫宗教优质化立场嘛，全力协助，由政府民间合作，希望用祈福的口井代替炮啊声，成为台南特有的文化特色。嘛，伫跨年，互民众参与，成为无同的嘉年华会，共同来敲响108响的那个钟声啦，来祈福。啊，这部分呢，欢迎市民朋友来，会当讲吼，都去，大家拢会当敲一个钟，那个就迎接一个幸福的一个明年，也是台南的400。这不是一档的工课，这嘛不是放烟火的工课，哦，这是会当以后每一档，哦，拢会当举行，会当继续落去。啊，以后有可能变做台南的这个特色的跨年，迄个时阵全世界拢看会到。到记者查个为止，台南上济庙宇的中西区已经有20间答应达到预定目标，嘛有局长自信满满。不过，毕竟好招到400间也是有难度。对此民间嘛打算开8外万来制作纪念钟馗等礼品，好有更较侪宗教团体来响应。
其实嘛是敢若台南400档才有这支争取尔。你若到后年可能401年、402年的时阵，伊就无这支争取的意义的存在啦。所以讲呼吁嘛，邀请各国的迄个宗教团体今年台南400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台南有众神指导前后，相信到时跨宗教、跨领域团体第31号主席共节时间考证，用震撼加感动来为台南400祈福。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你敢知影什么是高雄式的红茶吗？其实，这种古早味的红茶，伫高雄的街头巷尾四界拢有。有一间位伫前金区70档的老店，多年来坚持无加冰格。最近因为天气真热，就连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开始啉高雄式的红茶，而且佫学了真好啉。另外，观光局长高明玲甲议员张博洋嘛大方来分享家己啉红茶介意什么款的甜度。炎炎夏日，来一杯古早味的冰红茶消消暑。位于高雄前金区的这间老店已经有70年的历史，老板从国小3年级就开始卖了，而他选用的茶叶是锡兰红茶，价格也比一般手摇饮料店高出2-3倍。外面在卖那个大概那个比较便宜，那个大概1斤300块至400块，我这个1斤要1280。几乎高雄很多比较老一点红茶店我都有在喝，我想说今天刚好路过就一起买。店家使用的是怀旧式的玻璃杯，老板从冰箱中拿出罐装的红茶倒进去。他们的红茶从来不加冰块，都是以冰镇的方式，要让大家喝到原汁原味的阵阵茶香。而在制茶的过程中，老板也强调不能泡太久，免得变苦涩。从我这焖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然后把这个茶叶的渣滤掉，然后你看你要不要加糖，就随便。这种高雄式的红茶，在高雄的街头有好几家，各有不同特色与风格，是许多人时不时就想来一杯的经典饮料。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大赞高雄市红茶的美味，强力向市民朋友推荐。不止市长说好喝，观光局长也透露自己喝红茶的喜好，不喜欢太甜，通常会点微糖微冰。但对于高雄市红茶，局长表示就不会再去调整甜度。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则大方分享自己喜欢很甜的红茶。我就直接点，就我不会再做任何的那个什么冰怎么调整啊，甜度怎么调整，因为它就已经是浑然天成好的茶。如果是奶茶的话，我就喜欢甜了，所以奶茶的话，我会建议这个高雄甜度正好，大家不要再调整了。像我个人的话，我就是人家都说我是蚂蚁，我就是一定要喝很甜才可以叫做红茶。那所以我很注重的是它本身的那个糖浆就是有些它可能是用糖精，那有些可能是用红糖、黑糖熬煮的那种特别的味道就会跟一般工厂的糖精不一样。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古早味红茶的一个特色。这种高雄市的古早味红茶在手摇饮界屹立不摇，凭着古法制成的传统香醇浓郁口味，真的是经典不败的在地好滋味。记者黄光伟、庄淑婷高雄采访报道。为了传承客家文化，高雄市客家委员会特别成立客家儿童合唱团，招募各县学生来参加，并且聘请优秀的老师，用有戏的方式引领小朋友来学客家等多种语言的歌曲，透过唱歌将语言音乐化，和客家话融入生活当中。小朋友在台上高唱客家歌，还有英语、华语、闽南语等多种语言的歌曲，展现将语言音乐化的成果。小朋友也感受到传承客家文化的使命，让高雄市客委会主委好感动。因为我想继续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哦，感动哦！你知道吗？音乐歌曲就是语言的音乐化。
懂吗？就是我透过语言，我用音乐把语言变成歌曲，然后把它流动出来。为了传承客家文化向下扎根，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聘请优秀老师，用游戏方式引领小朋友学唱各种语言的歌曲，并且应用在生活中，将语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孩子呢就会很开心，觉得来这边呢是交朋友，然后又可以有游戏的方式，所以孩子在练习过程是很开心的。我觉得透过唱歌可以让孩子他的生活起变化。像这些孩子说，他们连游戏也会唱歌，然后洗澡最爱唱歌。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去年11月成立，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只有8次团练就展现不错的学习成果，市议员们都表示支持和赞赏。也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有机会透过这个学唱歌的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呢，去好多学发。那我觉得我们身为高雄市的议员，尤其我又是这个三民区这个客家议员所以对我来说，客家不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使命。航向世界为未来整个东南亚500万的客家人口的这样的市场共同来努力，把高雄、把台湾的哈嘎文化我们可以发扬光大，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见我们南台湾我们的6堆，我们全台湾不同地方的客家之美。高雄市客委会主委表示，合唱团除了固定团练之外，也会视情况参加音乐赛事，以赛代训，更希望未来能够受邀参与市府大型活动的演出，和市民分享这份音乐成果。我们除了比赛以外，我们还要去做国际外交，就是可能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做相关的，就是透过歌唱，然后合唱的方式去国外做巡回的一个文化的交流。高雄市客家儿童合唱团持续招募高雄市公私立国小2到6年级热爱唱歌的学童报名甄选，透过学习客家等多种语言的歌曲，将客家文化发扬光大。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